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一連串嘅好似冇關嘅嘢啦，咁啊發脾氣啦、離場、保持沉默同埋健康。咁啊，看似呢啲嘢都冇乜關係嘅，但係咧其實就有關係嘅喎。咁啊想分享下啦，希望可以增長到大家嘅知識啦，咁樣。咁我自己對呢個發脾氣呢個 topic 咧就好有興趣嘅，因為我自己由細到大咧個情緒管理都唔係咁好嘅。咁啊細個嘅時候用乜嘢都發脾氣啦，甚至乎即係就屋企亂打嘢咁樣。咁當然都有一定程度控制嘅，冇打電視機嗰啲嘢啦。咁但係可能係叫狂躁症咯，即係個名都唔重要，但係即係自己做得出嘅嘢，自己當然知道係唔啱啦咁樣。咁就去到大學都試過㗎啦，有陣時都不如意嘅，有陣時就甚至乎打下啲玻璃啊，咁當然戒親埋自己啦，咁樣就好愚蠢嗰啲行為。咁啊點解呢？點解會做出咁嘅事情呢？咁我用第一身嘅講出嚟啦，咁樣。咁多年嘅反思，我都覺得咩叫發脾氣呢？就係好多嘢係自己冇保護機制嚟嘅，即係當你發脾氣嘅時候，你成個身體嗰啲荷爾蒙啊，嗰啲分泌啊，都比較刺激自己咁，嗰刻就覺得自己好似好強咁嘅，但係當然就傷害緊自己啦。咁就係啦，係一個保護機制。咁唔單止係肉體上嘅，係情緒上都係一個保護機制。咁啊，驚自己受傷害，咁啊，往往都係用啲發脾氣嘅方法去到保護自己。咁啊，即係理解咗呢件事情先，點解身體或者精神上會有呢啲咁嘅？因為自己驚受傷害咯，係啊。咁肉體同埋精神上都驚受傷害，咁就做咗啲咁保護機制。咁你明白咗之後呢，就整個分析就比較完整啲咯。咁亦都唔想需要太情緒咁樣。好啦，咁你活咗一生人呢，你會發覺有好多情況都係不如意嘅，特別喺人嘅複雜社會裏邊，就好多人同事啦，咁樣就不如意咁，亦都當然有啲好離譜嘅事情會發生啦。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啱嘅，咁加加埋埋就通常都做啲好不可思議嘅事情咁樣就發生咗，咁都會係啦，咁啊好難面對嘅。咁我就會點樣去處理呢？咁你當然呢個有幾個層面嘅。咁你工作同埋非工作啦，咁喺工作環境啊，當然要控制自己嘅情緒啦，因為始終你都係喺嗰度揾食啊嘛，你唔可以亂咁嚟。咁好啦，咁工作就比較容易處理喎。基本上任何情況之下都要控制自己，除非你唔想做嘅啫，或者冇人會同自己嘅飯碗作對㗎嘛。好啦，咁我想重點講一講非工作嘅環境之下啦。譬如話你喺唔同嘅場合啦，見到啲某啲嘅人，咁你有咩選擇呢？係啦，見到真係有啲不如意嘅事情發生，咁具體情況我唔講啦，因為講唔晒㗎。即係人太多唔同嘅環境，冇可能一段片裏邊講晒嘅。咁喺非工作環境之下，見到啲不如意或者即係令到你激氣嘅環境，咁咩叫激氣呢？咁點解你會覺得某啲行為、某啲言語會 offensive 呢？都係一個能量咯。咁啊，之前我講過嘅。咁每個人都係佢自己一套系統噶嘛。其實我哋一串嘅能量，一串嘅相信係啦，一場 belief system。而呢套 belief system 同你有衝擊嘅時候，咁你咪覺得有激氣咯。譬如話你相信某啲價值嘅，咁或者某啲宗教嘅，而呢樣嘢你俾人哋覺得好 violate 咗。就嗰陣時就會有覺得想反擊，就咁簡單嘅咋，冇第二樣，因為你係有一套系統啊嘛。而嗰套系統同你有衝突，就算你買隻股票都係㗎。你買隻股票話你升嘅，嗰條友話你跌嘅，嗰個人無端端變咗你敵人嘅喎，就係咁簡單嘅咋。人冇你想象中咁崇高咁高尚，只要同你相信嘅嘢有啲唔同嘅話呢，就已經係好難。所以有一句説話叫咩？道不同不相為謀咁啊，就係咩意思啫嘛？你大家個信念都唔一同，就好難相處到咯，係啦。咁好啦，喺非工作環境之下，有乜嘢可以做得到呢？就係我就覺得有兩個方法嘅，就係一係保持沉默，一係離場嚇。因為你忍得到，你咪保持沉默咯，係啦。如果你真係覺得聽唔入耳嘅，或者覺得不能接受嘅，就離場咯。離場都係一個比較最因為你有你嘅選擇權㗎嘛。自由社會裏邊你可以離開任何地方㗎嚇。
你譬如話公眾地方冇一對地方出口係鎖住你嘅，冇可能嗰啲叫非法禁錮啊，所以每個人咧都可以離開現場嘅。你有選擇，有權選擇你唔想聽嘅嘢，或者你都有權利選擇你唔想同佢喺埋一齊嘅人，就咁簡單咯。係啊，所以你可以保持沉默嘅，忍得到咪忍咯。係啊，但係忍唔到嘅咁咪要選擇離場咯。係啊，咁就咁簡單啫嘛。係啊，因為我哋每個人都有選擇嘅，你可以選擇同你啱傾嘅人、中意嘅人喺埋一齊，唔啱傾嘅唔中意咪少啲聯絡咯，係嘛？我哋唔係話喺非工作環境裏邊冇需要勉強自己㗎，係啦，就係咁咯。咁我希望覺得呢套咁嘅方法，我覺得都幾啱咯，即係起碼係對我嚟講，即係都幾奏效嘅。咁啊係啦，即係解構嗰啲咩叫發脾氣啊，咩點解有陣時會嬲啊？嬲就係你嗰個信念系統同你有衝突咯，就咁簡單。好啦，咁啊最後嗰個結尾就係健康啦。咁同健康有咩關係呢？因為每一次你嬲或者係發脾氣呢，都對你嘅健康有好大嘅傷害嘅。你成個免疫系統呢，都會容易生病啊，容易都下降嘅。咁啊，為咗自己着想啦，為咗自己健康着想啦，咁啊，盡量都唔好嬲啦，都唔好發脾氣啦。咁當然有時候有啲情況係不能避免嘅。咁啊，但係起碼我哋有個框框啦，希望收到呢個片嘅觀眾呢，聽完之後有得着啦咁樣。咁我最後再加多少少啦，就補充下，我希望我同人與人之間嘅接觸係點樣呢？就係因為人嘅時間好寶貴嘅，每個人嘅生命都好短暫。咁我自己通常同人哋嘅溝通個接觸就係咩呢？就第一就唔講是非嘅，是非冇乜意思啊！我又唔係當事人，除非當事人喺度就可以講啊，係嘛？你講是非，不如同當事人一齊講，咁我就可以講清講楚。第二個原則就係咩呢？就係我同一個人傾，一係呢就互相幫忙最好啦，互相可以增進到知識或者好領受好，可以互相勉勵嘅，梗係當然好啦。如果唔係嘅，就一係呢就我有得着，係嘛？你教到我嘢嘅，或者令到我有增長嘅，我梗係開心㗎。如果唔得嘅，咁調翻轉頭係我教佢都得㗎嚇。咁但係我就最要避免一個情況之下啫，就兩個人出嚟就講下啲是非啊，互相拖低大家，互相喺度話人哋唔好啊嗰啲，我就覺得係最要避免咯，係啊。咁時間寶貴啊，健康都好寶貴。咁啊，多謝大家收聽。咁啊，希望呢段片對自己又好啦，對我自己一個回顧又好啦，對大家都有啲勉勵咯。咁啊，多謝大家收聽，就係咁多啦，唔該晒。